迄个规矩就是上赞甲俄乐，定定感谢，定定孝顺上帝的恩典。过去孝顺，即卖孝顺，并且宣告将来上帝要显伫咱身上的恩典，比以前搁较大、搁较济、搁较有能力来侍奉祝福人。咱三个做开声伫主的面前献上咱的感谢俄乐的祭，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至圣的主上帝，你的能力、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伫阮的身上。阮为着所领受的恩典来感谢主。过去一年你的同在，过去的日子你的同在，过去阮伫壮年、中年伫少年、幼年的时阵，伫主你的听内面得到照顾，一直到如今，上帝你的听陪伴伫阮的身上，我要感谢你。主啊，阮也相信未来的日子有更较侪上帝你的恩典，上帝你的丰盛，唯愿你伫阮的身上继续保守扶持阮，互阮会通伫主你的内面，甲你三甲做伙，独独跟对主你来行。上帝啊，你伫这时阵继续保守引带阮，无论怎样，互阮倚靠主，互阮甲主你三甲同行。为你所享受，阮伫地面上徛起的日子，阮相信，阮宣告伫主你的内面是恩上加恩，实力上加力。感谢主，有主你的陪伴，有主你的引带，阮将着阮的年日会当真安心，甲家己放伫上帝你的手中，因为相信伫任何的环境，上帝你的听痛，上帝你的能力权柄。要借着阮继续来显明伫这个世界，互这个世界通知，互阮家己来经历，互阮甲世间人、甲所有的人，主啊，见你名字的，主啊，阮幸福，阮敬拜，阮享受你的同在。感谢主，你是信实的上帝，继续引带你的教会，伫真理内底来起造，用着世界，用着阮身边的兄弟姊妹。用着阮的亲情，主啊，互阮会通用活命来甲因见证，见证上帝你绝对的信息，永远的主爱，并你救恩的美好，献上阮的感谢，学了恳求甲祈祷，靠主耶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主你的听痛，对过去到现在，主阮对着幼年一直到老年，上帝你的听，你的眼目。亲自照顾阮，感谢你所享受一切丰盛。主尊留阮的活命，为着要来见证你、宣扬你、享受你，借着服侍人来甲主三同行。阮上赞阿乐荣光归于你，你的真理继续伫阮的心中显明。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时间到，保安兄来报告，谢谢。两位兄姐平安，平安。伫聚会进前，我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恭喜114年乡镇团结新人的团长李真德副团长担任为着上帝、为着人效力来服侍。第二，教会奉献归各人编号的位置有小可调整，请兄姐注意这个位置。第三，教会要赠送每一个家庭春联甲红包袋欢迎兄姐以家庭为单位指招待到来领取一份。第四，向北树诗班伫1月7、1月14要来练唱，1月21甲1月28要来暂停，2月74要搁再恢复练唱。欢迎兄弟姊妹随时加入诗班的行列。第五，1月12。后礼拜日为年度圣安主日，由圣安圣教会开国点东港的团队主日的崇拜，敬请兄姐一同为着教会开拓事工守望大道。第六，1月12就是同款后礼拜日下午1点要来召开3楼召开着1月份定期的祭祀会，请祭祀同工注意着时间出席会议。敢有补充报告？无，即是要请敬拜乐团。
啊，做平安，哈利路亚，真欢喜，咱来互上帝看，伫主的殿中欢欢喜喜，三个联合来敬拜主，咱对咱的座位起来，也伫线上的兄弟姊妹，甲大家请安，愿新年恭喜，新年快乐！这是今日是今年度第100个礼拜，哈利路亚，拢准备心到主的面前，继续来领受上帝极大的恩典。欢乐变好奇，一天他一闯，无人问天拢无爽，归人的心肝，令人福气有这么多，难得人微笑迎接，阿弟的荣耀大家欢喜。咱着所生伊的恩，日日有存。Amen，Amen。变真欢喜，欢乐变福气。一年个一场，互人稳定拢无爽。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多。上帝一切孝恩，恩待咱对年头到年尾，新的一年依然要继续伫主的殿中来敬拜甲服侍，咱要来弹琴、弹瑟、俄罗斯人，咱无迄个色的那个乐器，有一天梦会出现，弹琴弹瑟，赞美敬拜哈，来弹琴弹瑟。咱来做上帝唱新歌，对着咱的耶稣，上帝唱新歌，因为伊答着咱开声恶乐，对着咱的耶稣，上帝唱新歌，伊答着咱恶乐团众，咱着对耶稣敬拜，只管支持他，就应当为。
小乐，对对咱的主上帝手心肝，因为伊咱的咱归社乐，就对咱的主上帝手心肝，伊咱的乐转走。献上咱感谢的罪啊！祈祷，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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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啊，你今日献回来你，这是你变世大尊重，因为得到你是上帝，得到你是配得的。主啊，我来人请来感谢。当谢，当心来敬拜，要将荣光归乎你。哈利路亚！哦，愿你圣灵充满了荣耀，有一群圣灵，而且特别学到你。哈利路亚！来，要对上帝，要对咱的主，上帝手心肝，因为伊达伫咱归社阿门。要对咱的主，上帝手心肝。咱阿乐转走，咱要对耶稣敬拜一起关之多，咱将阳光归乎伊。伊主上帝那献上感恩的祭，大金大小阿乐敬拜，大金大小阿乐。大金大小乐敬拜，荣耀归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你的信息互我永远来瓦靠，我们来信靠耶稣，永无改变的迄份疼，永无改变迄个信息。心可主，橄榄中也心可主。虽然我的心心小，只为有心可主就好。时时刻刻心可主，年年月月。相思在包围啊，信靠主，信靠主就你安慰，相连更加我的心，好我做人的欢喜，关对伊永无半得，只有心。心可
哈利路亚，哈利煞只咱要来一年可能才会当唱到的一首歌。咱请我们的诗情者先对头啊，扭下一摆，大家去思考。我相信信主真久的人，检查拢知影这首诗歌，就是迄个大家出声来吟诗。再一次。咱来吟转首。下来吟诗，感谢上帝赐新年，世间日子快如此，今夜天路着急事，今夜天路着急事，人生生命。友谊，向前的抱住身边，向前的抱住身边，荣华富贵难期望，功德名利拢空空，偏比酒过做心。下来吟诗，感谢上帝赐新年，世间日子快如此，今夜天路着急事，
进来拜上帝，你会听，对年头到年尾，对年尾到年头，一代一代过去的时，你的慈爱永远拢伫地。感谢上帝，你所赏赐的，你应允赏赐我阮有智慧的心，互阮知影怎样孝顺家己的日子。因为世间的日子，亲像一阵风，目一年吹一个就过去。总是主，你加添互阮心神快乐，照着你应该所受的敬畏来敬畏你。感谢主，你的听，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主，春夏秋冬一直过，阮的日子也一直咧过。主，阮毋是为了这来艰苦绝望，乃是阮受到提醒甲鼓励。原来倚靠你的人，就愈来愈倚近上帝你为阮所备办永远的故乡，就是伫天顶的。所以，阮伫世间虽然亲像旅客，但阮却是羡慕一个更较水的家乡，就是主你为阮所预备的，就是伫迄个天顶，甲正圣道，甲主耶稣基督，甲圣神，甲天父上帝，永远三甲徛起的所在。对安尼，阮既然有这个灵魂的定，又搁坚固，又搁牢靠，主你就帮助阮，加添阮的心神快乐，互阮伫地面上用敬虔、用圣洁做砖塔，侍奉你、军队你，一生无偏离。就是阮歪错的时阵，也用你的慈诚爱惜，甲阮拖倒转来，互阮行伫你公义、正直、良善的道路，伫互阮甲你的正儿女，伫地面上诚侪你的欢喜，诚侪你的见证，用阮的活命同齐做伙见证上帝你永远的救赎、永远的恩典、荣耀的救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咱三个做伙来上读主祷文，用主教示咱的祈祷，同心来宣告、来祈祷。阮伫天年的父，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食今仔日赏赐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人。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请坐。继续，咱来读上帝话启应。第一篇安尼讲，不将恶人的计谋，要徛罪人的道路，要坐傲慢人的位。唯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人的思想，这号人是有福气。伊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照时阵结果子，叶仔也无孤单。见那伊所做的，尽拢顺利。歹人却毋是安尼，乃是亲像粗糠，互风吹散去。因此，当审判的时阵，歹人要徛你不住。对人伫义人的会中也是安尼，因为耶和华知影义人的道路，歹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阿门。阿门。下面时间，请廖牧师正道。咱请掀开周报第4面。今仔日的经文会有较长一寡，咱三个做伙来上读。路加福音第6章27节到49节，咱同齐做伙来上读，请。只是我甲恁才会听到的人讲，恁的受得爱听伊，恨恁的也爱对伊好，咒诅恁的爱为伊祝福，领着恁的爱为伊祈祷。有人拍你这边的面，连迄边的面嘛随在伊拍；
有人夺去你的外衫，连内衫嘛，互伊褪去。伊若有求你的，就互伊；有人夺你的物件去，就免阁摕倒转来。恁愿意人怎样待恁，恁也着怎样待人。恁若独独爱迄个听恁的人，有啥物通受谢呢？就是罪人，也是听迄个听因的人。恁若独独善待迄个善待恁的人，有啥物通好感谢呢？就是罪人，也是安尼行。恁若借人望对遐受倒转来，有啥物通就谢呢？就是罪人嘛，借罪人要照款受倒转来。恁颠倒爱听受得，也着爱善待因，并且爱借人无望行利。恁的赏赐就要大了。恁也要做至关者的囝，因为伊恩待迄蒙恩的甲做歹的。恁着爱自卑，亲像恁的爸自卑共款。恁毋通论断人，就无受论断；恁毋通定人的罪，就无受定罪。恁着爱饶赦人，就要蒙饶赦；恁着爱互人，就要有互恁的，并用十足的真斗，炼油挂起，顶啊尖啊下流的，倒伫恁的怀里。因为恁用啥物量器量互人，也要用啥物量器量互恁。耶稣又搁用比喻对因讲：青梅敢会当带青梅？两个人敢拢是落伫坑里内底？学生袂会关过先生，囡仔学成的不过甲先生共款。为什么看见你兄弟眼中有刺，却无想你家己眼中有梁木呢？你无看到家己眼中有梁木，怎会当对你的兄弟讲，用温我摕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你家己目睭中的梁木，才会当看得清楚，去掉你兄弟中的刺。因为无好树结歹果子，嘛无歹树结好果子。伊若像目看果子，就当认出伊来。人毋是对刺皮内底满无花果，嘛毋是对一个内面满葡萄。善人对伊的心内底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歹人对伊心内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内所充满的，嘴内就讲出来。恁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无遵我的话行呢？伊若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我要甲恁讲，因亲像什么人？伊亲像一个人起厝，深深乌地，甲根基安伫瓦石顶。听到大水的时阵，水冲着迄个厝，厝总是无摇动，因为根基徛伫磐石顶。独独遐听见无去行，就亲像一个人伫土顶面起厝，无有根基，水一个冲，伊就倒去。并且迄个厝歹了真大，搁再一届咱来祈祷。祝你亲自赐恩伫阮当中，为你家己性命的缘故，就是你的慈爱、公义、良善、正直、阳光，并你的怜悯甲恩宠。所以，阮恳求圣灵伫这个时阵，搁再一届怜悯阮。来教示传讲的人，互传讲的人甲聆听的主，愿拢同齐聆听你的话，通互阮伫新的一年对主领受活命新的祝福，伫新的一个礼拜，加添新的稳定、能力甲权柄，叫阮伫地面上代表基督活伫阮身边的人。互阮亲像基督共款，来听受因，来服侍因，用安尼来见证上帝你至圣的真理，互阮伫你的真理上同享荣耀。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年底的时阵，我有一个伫遐里咧敲吹求问上帝。我恳求主帮助我，伫这个新的一年，要怎样甲兄弟姊妹进入一个新的祝福甲稳定。于是，上帝就互我有几字，
坚固咱的气力，保持咱的地基，并且毋是干那伫咱的真理知识的顶面来起坐，更较重要是爱正做祭司，会通祝福身边的兄弟姊妹，并且伫咱厝内底做美好的见证。了有一天的时阵，有一个咱的兄弟姊妹，就走来甲我问一个问题，讲牧师啊，我信主遮尔久啊，我安尼感觉家己拢足无能力的啊。迄个时阵，我因为三甲做伙有一寡分享了后，我就更较坚定知影这样代志。上帝要亲自赏赐伫咱当中。有的时阵，咱信主不止啊真久，甚至咱嘛会感觉信主真久是一个真荣耀的代志，确实是安尼。但是迄日间我听到淑英姊妹讲，伊讲伊是身边有一个巨婴啊，巨婴足大只的红婴啊。了，伊就讲毋过我甲你做伙我就是老鹰啦。我头先听到是咧拉晓，结果伊讲毋是啦，我是一个老的红婴啊啦安尼所以一个巨婴配一个老鹰安尼嘛是真好啦总是我伫咧想讲是啊，信主遮尔久长以来，我的活命有对红婴安尼大起来无？我的活命有对红婴安尼大起来无？所以伫今年内底，咱会一直较大的部分的时间，咱同齐做伙来学习成长，互咱的根基是会当坚固咱会当伫上帝的听内底。你来看周报的封面周报因彩色迄面封面，毋是封底，封面迄个所在。年度内底的主题，鞏固咱的根基，立定为师。什么是立定为师呢？就是咱爱摩西甲祭司，因迄个时阵同齐做伙亲近上帝。因毋是干那为着家己在献祭，伊是家己献予上帝，诚做祭司，互上帝分别出来了，为着伊身边的所有兄弟姊妹，为因祈祷，为因祝福。我期待咱伫新的一年内底，咱会通继续伫上帝的话语来坚固，并且咱听见上帝的话，咱照着安尼去行，来试看觅，来经历上帝的信息，来经历上帝的管理。所以，咱今仔日要三甲做伙对路加福音这段内底，同齐做伙来思考，咱所立的根基是啥物货？今仔日伫咱的活命内底，咱到底是咧立啥物款的根基？做者伫遮个所在，第一个部分，伊讲咱是来做至关者上帝的儿女。咱确实是已经伫受洗的时阵，咱就已经成做上帝的儿女。但是圣经伫这个所在对着咱的提醒内底，毋是干那伫这个所在来受洗，成做上帝的儿女。咱伫这所在通看见，圣经伫这个所在讲，主耶稣对着咱安尼讲，恁遮你的受得，你着爱听伊万分你着爱款待伊好，咒诅恁的着爱甲伊祝福，凌辱恁的着爱为伊祈祷。有人拍你这边的面，含迄边着安怎划过互伊拍。所以呢，有人来抢去你的外衫，了安怎样啊？含内衫都互伊摕去。那既然有困求你的，安尼你着互伊。若有人抢你的物件，你着免去甲伊讨转来，伊着甲你用抢，你哪有可能会讨倒转来？了，主耶稣来讲遮的时阵，这篇信息是着啥物人讲的？伫第27节安尼讲啥？只是我甲恁遮安怎听到的人来讲。伊毋是针对无认捌主上帝的人所讲的，所以你毋好摕即款标准去要求遐个无信主的。咱嘛免摕遮个标准来去要求咱的兄弟姊妹。要证明咱是一个听道的人，重点毋是别人。圣经伫咧讲的是讲啥？我才会听道，咱才会听道的人。所以我啥物时阵来做遮个代志？
安尼我才是证明我是一个听道的人。我毋免烦恼别人是毋是听道的人，但是我需要用心来敲揣我家己是毋是真正听道的人。当主耶稣讲这的时阵，伊了后佮讲一段大段。伊讲你若独独爱遐个啥物货？咱斟酌看即段的排列的时阵，伊是安尼讲：你若独独听遐个听你的人，佮再来你若独独干那听遐个好款待恁的人，或者是恁若是借互人，佮望对伊遐加倍收倒转来收利息。圣经讲。你若安尼，你若安尼，你若安尼，伫即当中内底连续讲3摆，你若安怎？圣经咧讲你若安怎，连续讲3摆的时阵，就是代表讲这个代志安怎非常的重要。伊讲你若安尼伫迄个所在期待这个代志，安尼伊讲另外一个代志讲啥？就是做人伊嘛听遐听伊的人啊，就是做人嘛是安尼行，好款待遐好款待伊的。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了后，你对我歹，我嘛会对你歹。你就是借做人嘛是啥？嘛是借别人安那，佮要收利息，佮要收倒转来，当拢要摕倒转来啊。主耶稣讲，咱若安尼，其实咱咱抑个毋是一个听道的人，咱抑个是啥？就是咱抑个伫做人顶面。咱其实活命也无改变过来，咱只不过是换一个信用的壳。就是对着民间信用，对着自我家己的信用，就是我信这个神，是这个神爱甲我照顾，互伊好势的信用。这个神若无照我的愿望来行的时阵，安尼就是无灵性的。安尼其实这款，咱就无真正咧拜神，咱是咧拜咱家己。所以，咱若是一个听道的人。咱无应该搁倒转来活伫罪人的内底。咱若是搁共款安尼，咱就是抑个啥活伫罪人内底。啊，咱若是活伫罪人内底，主要所讲啥物代志呢？伊讲安尼，恁有啥物通去报答的？有啥物通去丢下恁的？恁咧期待啥物货？期待讲，哎呀，上帝，你看我做甲遮侪，上帝，我已经信你，上帝，我安怎样我行？主耶稣讲，安尼你有啥物好偏颇的呢？有啥物好会当甲人讲的呢？咱的活命根本无共款，咱只不过是信无共款的一个神尔。其实咱拢共款，所以就是听道的人无应该阁是一个罪人，伊应该是完全改变过来。伊的人生是改变的，伊无应该若是继续安尼，了后阁要求讨有一个更较好的结果。主耶稣讲，毋是，咱爱需要伫遮事上认真殷勤来听。所以咱要期待什么款的生活？迄个生活，迄个活命，迄个周围的气氛，是对着咱家己必须要大声做出来。所以伊讲啥？咱期待别人怎样咱款待咱，咱大声安怎爱去款待别人。有这个意思啊？讲恁期待别人安怎样款待你，安尼咱就爱大声用安尼的方法去款待人。所以我若望人有好面色互我看，安尼我大声爱安怎？爱有好面色嘛。有诶时阵吼，我若是困了无够把面吼，有诶时阵吼，若是代志无顺心吼，迄面相就无甲我好。牧师娘拢会甲我讲吼，豆豆讲就好，豆豆喘气就好，无遐严重，这是如果我若阁继续安尼受气，如果我若阁继续伫个所在，无法度听人的劝，安尼其实我就是继续活伫罪的环境内底，活伫罪的束缚内底。所以主耶稣讲，对咱本身开始来改变周围环境的气氛。以前的时阵，我若听到这个声吼，心肝吼，拢会亲像这个面青安尼呢。
什么时阵唔背？阮咧做礼拜的时阵，你才咧背安尼。哦，有无？还个等2代咧。基本上一台背过，还个有一台诶。啊无啊，即个2代尔款啊。好，所以就是伫咱的活命内底吼，咱会有一款个性。你斟酌家看觅，你即马看牧师这个面，你看到心肝就无。来，你甲你身边的人像这个面，互伊看者，安尼咱知影吼，改变气氛是对咱家己就当开始做。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改变气氛是对咱家己会当开始做的。哦，所以改变气氛是对咱兄弟姊妹会当开始做的。哦，就是咱家己本身会当开始做。主要所讲这的时阵啊，讲恁愿意怎样款待人，所以若是我望我亲像良善的人，互人安尼款待我，安尼我应该恳求上帝，互我盘过，亲像做人一般的败害。咱应该对迄款性情内底出来，进入伫上帝的心意内底。了，主要所伫迄个所在讲，恁颠倒爱受得爱好款待因，并且只要恁无望行倒转来，恁的赏赐就的确大。恁若要做至关者的囝，因为恁温台迄个，因为伊温台迄个蒙恩甲做歹的，恁就爱自比亲像恁的天父共款。咱将着这段经文，搁再重新做一个整理的时阵，这是主耶稣甲咱讲啥物话呢？讲我这个听道的人，咱这个听道的人。恁愿意人怎样款待恁，恁也得怎样款待人。了，你会行出来，恁就爱颠倒爱疼惜遐受得遐好款待恁的，爱款待因好。了，当咱安尼做的时阵，咱就会带出一个结果来。来，咱做来读这红字这个所在。恁也要做至关者的囝，恁就爱自卑，亲像恁的爸自卑共款。有看到这个代志无？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咱应该对着这个听道的人，变做会当改变周围环境气氛的人。了，咱伫较消极的部分，只是改变气氛；较积极的部分内底是啥？疼惜因。平甲咱同齐做伙的人，若拢总好，你好我嘛好，咱差不多大部分拢会停留伫这个所在。但是主耶稣讲啥？颠倒迄个。疼迄个扣幸咱的人，迄处处甲咱作对的人、做对的人，咱伫这个所在就疼惜伊，就照顾伊，咱就愈会晓对上，愈会当对着上帝来得到稳定。圣经讲啥？恁的赏赐就是大了。赏赐是啥物？咱的赏赐上界大就是咱真真正正变做至关者的囝。我以前的时阵，一直想讲上帝先，咱拢无爱讲，就要做儿女啊。即马甲即马有个兄弟有个姊妹嘛，咱拢爱讲上，讲牧师啊，像那圣经敬拜吼，拢讲吼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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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拢无爱讲女儿女儿，啊无嘛讲一个儿女嘛好。其实吼，尾手吼，我安尼一直想这个代志，有一天吼，我看到一个资料，证明我所想的是无毋对。因为伫迄个时代内底吼，查某囝是无官兵的，你听有无？迄个时代内底，查某囝是无官兵的，袂当分财产的。但是圣经咧讲哦，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你们是包括上，你们是包括所有的姊妹哦。哦，马大、马利亚吼，迄旁的人。了后讲啥？就是恁嘛要做至关者的囝，就是讲恁犹原享受啥？甲囝儿同款的身份地位。恁伫基督的内底。无论是查甫查某，拢总啥，拢总有官兵、有管理的。哦，这足重要呢。所以要查某囝的时阵，要儿女，安尼查某囝迄个时代就无分啊呢，袂当分上帝国的财产呢。但是主耶稣讲啥？咱是做上帝国的囝儿，囝儿有的查某囝嘛，拢总有。伊袂嫁出去啦，你知无？信耶稣基督的人，拢是亲像囝。就是囝有外啥物款的身份等等，拢总是有，并且你知影吼，
真奇妙的一个代志吼。我迄一天才看到一个代志吼，你来看讲吼，咱查甫的男性吼，男性咱的染色体啥 XY 对无？啊，女生是 YY 对不对？XX 哦，歹势。来哦，了的时阵哦，伊讲一个代志哦，伊讲哦，是安怎吼？会对查甫的性，因为哦，你对查甫的性吼，伊有法度一直追溯去到吼上界源头迄个所在，到底什么人啊？是你的祖先。但是如果若是对查某囡仔的时阵哦，伊就无法度，伊就是随时拢会入来。所以为着迄个家谱的缘故，伊就会甲这个名写入来。但是咱若斟酌注意看吼，《马太福音》第1章，迄个时阵毋是干那写查甫的，《马太福音》内底出现5个姊妹，所以并且迄5个姊妹是写伫倒位？《马太福音》第1章尔，伫开始的时阵就写讲啥物货呢？讲大毕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大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代耶稣基督的家谱，迄是啥？迄是君王的系统。所以伫迄个所在，将姊妹的名，就甲伊写入来的时阵，就证明姊妹伫上帝国甲兄弟共款，有囝儿的权柄，有君王的权柄甲能力。有诶时阵哦，我嘛定咧想哦，古早人哦，拢讲哦，啥物话啊？这啥物女人撑起半边天呐哦，即句话我其实哦感觉，其实较无有诶时阵也无啥有影。为什么呢？因为女人几乎撑起一片天，对无？对吧？建基啊，你讲对无？对啦哦，其实哦，咱一定爱同齐做起来。真侪时阵哦，咱爱互相明白人物啦。兄弟吼，伊看远的所在，所以有的时阵吼，拢会讲到13天地外去。但是咱需要有这个意向。但是姊妹看较近，看较近的时阵，伊就会看到真侪这代志、遐代志、这代志、遐代志。所以近的代志较紧做，还是远的代志较紧做？近的代志，近的代志较紧看到成果，还是远的代志较紧看到成果？近的代志，所以就会形成一款的气氛。恁这查甫人讲的拢无路用。其实咱姊妹哦，爱伫这个事上爱细致。上帝设立爱有方向，了后咱设立姊妹是要爱成就家庭的方向。但是做兄弟的应该爱提出迄个方向来军队来行，安尼咱就会当建立一个有成就、有能力、有稳定的家庭。你讲啊，阮翁也就无像安尼，咱无安尼讲，咱爱帮助咱的翁，互伊进入到伫上帝的真理内底，安尼互伊承担起来。后盖有机会，咱再来讲妇人人甲查甫人，因的角色会无共款。咱爱伫这个事上三甲做伙。安尼圣经甲咱讲，咱的活命内底是有无共款的。咱对着一个听道的人，诚做一个受更新、受救赎的人，了后咱会当放落咱家己感觉应该得到的权利，了后咱恳求上帝，互咱有会当互人听的气力甲能力。迄个上界大的赏赐是啥？咱就会做至关者的儿女，咱就会做至关者的儿女。迄是咱活命内底上界大的成就。无论做啥物，无论我就是做甲总统吼，嘛是无效。上界重要是啥？我爱做至关者上帝的后生查某囝。这是第一题，迄是咱活命内底的根基。咱只有伫这个根基内底，才有法度起做。先将主耶稣的道听入来，咱才有法度继续来做。主耶稣讲咧，啥物事？伊讲吼，恁伫这个当中哦，做一个代志，就是讲你
伫遮呢是安怎？主耶稣甲伊问一个代志，讲是安怎吼？恁听我的话，但是无爱照去行咧。学生所学着甲老师共款，即当中毋是亲像咧讲咱即摆。当主耶稣咧讲即个代志的时阵，讲是讲人伊所行的，甲伊教导伊的人，迄个方向是一致的。安尼我才有法度称伊做老师，就是讲我是跟即个人学的。哦，所以伫即当中哦，就是我即项是甲伊学的。学生甲老师是伊的相像是啥？能力无一定是完全。你可能拜足侪个老师啊，对真足侪个老师来学习啊。我读小学的时阵，我有老师；我读中学的时阵有老师；我读大学的时阵有老师。但是我是学着因做代志的方法，学着因研究学问的方法，所以我有真侪无共款的老师。但是我对迄个老师学的，就是干那到伊迄个程度尔嘛，就是伊所学的迄部分。但是我会当继续发挥，但是迄个根基是对伊所来。所以伫即当中，能力无一定完全相像，但是方向是绝对共款的。安尼我才有法度称伊讲，伊是我的老师。安尼主耶稣咧，甲咱提醒啥物货呢？伫古早的时阵哦，原来咱华人的社会内底有一篇啊，这是明主啊各主篇啊，甲伊的囝所讲的一个代志哦，讲我甲你讲一个代志啊，就是讲。这哦，你毋知有背过无？吼，这阮小学的时，高中啊、国中的时阵背过。讲哦，今仔日哦，教你一项代志，就是行棋啊，吼，行棋啊，吼，军事枪骑马炮，伊是一个技术，不过伊是一个小小的技术。虽然伊是一个小小的技术，你若无专心来家学，你安怎嘛学袂晓？有一个人叫做叶秋，叶秋伊是全国啊行棋的冠军。即使若是哦叶秋。教是两个人来学行棋，其中有一个人吼专心来听伊，干那野手的所讲的话，伊来听。但是有一个人虽然听到，伊准是有蜡叶会飞来，所以呢，伊吼一直是喺想讲哦，我一定爱迄蜡叶飞过的时阵，我着对着糋地啊内底摕一支糋来甲伊写落来。虽然这个人甲另外迄个人同齐做伙来学。但是伊学无像另外迄个人，安尼你讲是伊的智慧无够迄个人吗？甲伊讲，毋是安尼，是安怎？重点是啥？伊无专心。咱对主来行，一定爱专心。咱对主来行，一定爱专心。咱若是行到一半哈，咱就无够容易。我进前顶月即个时阵啊，着肺炎嘛吼。了肺炎的时阵哦，我迄阵啊去互医生看，看第一届食一礼拜药啊，了后佫一礼拜佫去，啊医生就甲我问安怎安怎，我就甲伊讲安怎。伊讲牧师你佫摕药佫转去食一礼拜，我就甲伊讲啊，毋过我感觉不止要真好啊。伊讲哦，我甲伊讲牧师，恁就是拢安尼，恁就是拢安尼。你敢知影恁就是拢安尼是安怎？好无利劳啦，啊了安怎？药啊就毋食啦。后盖迄药啊，就啥？你的身体就产生抗药性啦。啊，抗药性哦，后盖你就爱搁安怎食搁较重的药啊啦。安尼知无？所以哦，伫咱的活命咧，爱安怎专心，甲迄药啊食好完，好互伊利劳，爱专心学习军队咱的主，咱的上帝。咱有聪明无够聪明，这毋是介重要，上介重要是啥？认真听。认真做，认真行。主耶稣讲，良善的人对伊心内底发出良善来，歹人对伊的心内底所发出来就是歹，因为心内底所充满，嘴内底就会讲出来。主耶稣讲，恁啥事情我讲主啊主啊，毋过恁却是无尊敬我的话呢？主耶稣宣称伊就是良善的，伊安怎宣称伊家己是良善的呢？因为伊有见证上帝的轨迹。伊上帝是良善的，伊上帝国是良善的，伊显出对人的怜悯疼痛，所以伊伫这当中人是良善的，伊有超越世界的良善。所以主耶稣伫这个所在，才讲啥？恁是安怎称呼我主啊主啊主啊？主耶稣基督真正是咱的主，伊确确实实就是咱的主。伊伫这一切事上，咱找无虾米款空芳会当讲伊毋对。
伊若是敢若有讲啥物，人伫迄个所在最落尾的时阵，耶稣基督去伫十字架，互人该送去伫十字架。上介大伊的罪名是啥？伊讲伊是上帝的囝，伊是上帝的囝，但是伊是上帝的囝，伊证明啊，因为伊伫地面，伊遵照上帝的话语去行，伊和罪恶对抗，伊人行良善，因为伊怜悯人。所以，伊的良善，无论伫上帝国，也是伫这个世界，拢总是会堪得检验的。事实，伊就是安尼。良善这个字，原自伊的意思是讲，对上帝互人喜爱美好的代志的力量，毋是爱遐歹的代志哦。所以咱会竞选好的，你若看讲哦，有一届的时阵哦，我毋知影咱当中哦。有一届吼，牧师吼，迄阵啊，抑阁无穿，抑未按摩的时阵，我有一届吼，就甲伊割尼骨带的时阵哦，割了哦无好势，我故意甲伊割了无好势，了后就有一位兄弟哦，伊伫咧下骹面咧听讲道的时候，我就故意拢无爱甲伊用哦，伊就安尼一直甲我讲，我尼骨带割歪啊，你知影？这就是。听善良善，咱会喜爱美好的物件，咱会感觉啥？迄个物件应该是爱安尼，爱是安怎会变安尼？咱的活命内底，这就是良善。只是咱的良善定定换错去。毋过咱伫上帝的听内底，咱是安怎爱甲上帝对峙？就是因为上帝才是绝对的良善。即款的良善内底，伊会展现出来。因为人因为体会上帝的怜悯甲伊的慈爱，所以就会生发出来，为着啥？为着别人的利好处。迄个好处毋是趁钱的啥物，为着即个人的好。古早人讲一个啥物？药啊吼，虽然是苦的，对，但是有利伫咱的病会得到医治嘛。讲的话虽然无一定我爱听。但是伊会帮助我，伫我的行为会改变过来嘛。所以伫这当中的时阵，这款的良善内底，就是生发出来，为着别人的益处，为着伊的好处，伊活命内底的好处，毋是伊想要的，是伊需要的。破病需要食药，喙焦爱啉水，腰爱食饭，迄款的需要。所以这就是叫做良善。所以咱今仔日有领受这款的良善，主耶稣讲：你听道的人啊！了，你听到的人，你表现甲安怎？真有款呐，但是安怎无实质啊？这你看，你也看得出这是啥物吊带的人无？你一个看，你就知影是曝光。那你看起来的时阵哦，这出戏应该是啥？陈世美啦，皇帝娘娘啦出来的时阵，通常拢是迄出来。但是你讲这是曝光吗？你讲这是洪太后吗？我来讲，拢总毋是。这陈世美啦，这叫做啥？公主啦，所以就是曝光咧心这个暗嘛，但是你讲伊是曝光吗？毋是啦，半啦，演的啦，这嘿啦。虽然我看起来安尼足公义的顶悬，佫写一个啥明镜高悬啦但是无定这个人等下戏半的就安怎？有为三者啊，你听我意思。所以就是介重要的一件代志是爱怎样活出来。所以主耶稣讲啥？你称呼我做主啊，但是安怎无照我的话去行，安尼就是假冒，安尼就是假样，无良善。所以主耶稣约翰福音8章31节，咱做伙来读请。耶稣对信伊的犹太人讲。恁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正是我的学生。来，你看咱甲身边兄弟姊妹讲，咱就遵守主的道。来，咱是伊真正的学生。你爱甲这个放伫咱的心内底，互咱真正做主耶稣基督的学生。了，主耶稣伫这个所在，第一，咱一定安怎？咱受洗了后，成做上帝的囝，但是咱爱啥？爱继续学主耶稣哦。
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哦，受洗是注册，毋是毕业。甲伊讲一解来。所以咱来继续向前。哦，所以唔好甲注册哦当做是毕业嘛，安尼拢总无读到册。哦，所以咱真做上帝囝了啊，安怎样啊？咱来做耶稣基督的学生，一直学习伊。所以像咱读圣经对咱遮尔啊重要。了主耶稣继续讲这代志的时阵，伊讲：既然到我遮里来，照我的话去行，我就要甲伊讲啊，因亲像虾米货？哦，主耶稣就甲伊讲啊，安尼哦，伊亲像一个人起厝，深深来挖地，甲根基搭伫磐石的顶悬。大水的时阵，水冲迄个厝袂摇，因为根基徛伫磐石顶。或者是讲，你斟酌注意。另外一个翻译，或者因为根基立伫磐石顶，但是另外一个翻译是啥？因为根基起得好。其实这两个翻译拢总对哦。安尼就有两个代志，第一。根基爱对，第二爱安怎？爱做好伊好。根基好，啊你无起，安尼敢有厝？无嘛。但是认真起，毋过根基毋对，安尼安怎？厝嘛无效啊。所以咱来思考这样代志，咱的人生内底有一寡代志，就是信仰受冲击是一定有的。但是咱是遵照主的意思行，还是咱甲这个世界来妥协呢？当世界的价值观甲上帝话语相冲突的时阵，咱是尊敬上帝的话，也是顺探咱家己的心思意念。圣经伫这个所在，咱会当看到几项代志。信仰的冲击有故意的，有忽然间的，有意外的，有久长以来拢总是安尼。这个人，你敢知会啥？雷神啦吼，毋是雷神巧克力啊。后来这个人哦，这克里斯多夫哦，汉沃斯啊吼，是哦汉斯沃啦，歹势，都无啥咧看伊的电影，你敢知伊是雷神呢？了的时阵哦，伊是澳洲人。自细汉的时阵哦，真侪兴趣，啊嘛是一个夫妻啊。伊会伫边仔的所在吼，就甲咱讲哦，耶稣基督是好啦吼，信主耶稣是好啦吼。啊了，就讲安怎啊？平常时吼，若是无拄着啥物代志的时阵。伊就会讲耶稣好，伫好莱坞内底，伊就是安尼。但是吼，有一日吼，伊有一间吼拍一部电影，迄部电影叫做《复仇者联盟》。复仇者联盟吼内底有一段对话，这个人，这出我无去看啦，大概了看者广告，这个人吼是算介无好的人，就对，伊有法度有一个能力吼，啊调动啥物宇宙的力量还是啥货啦吼。了，才会复仇，伊了伫这个世界为非三者嘛。了，复仇者联盟就是来对抗这个嘛。了，这个人哦，伊就甲伊问迄个雷神，毋是雷，伊怎伊就甲伊问讲哦，安尼你真正哦效忠迄个主，你讲你的主是啥？了哦，导演吼。该安排一句话，就这人嘛，吼，就是单独我这个我讲的这人。了后，伊伫迄个所在，啊，这是蜘蛛人嘛，啊，所以就一帮人伫迄个所在咧对抗迄个恶势力就对啊。啊了，伊伫这个所在，伊就甲伊讲，啊，无你效忠的主是啥物人？其实伊应该讲的吼，若是咧搬戏的时阵吼，应该讲的一句话啥？伊一定啊，效忠正义嘛，正义嘛，吼，公义正直，听甲和平。但是导演吼，爱伊讲一句话。伊就甲伊讲，伊就讲，安尼倒一个主，你甲我讲我是倒一个主，安尼我应该按怎样回答？伊了后甲伊讲啥？啊，我敢莫甲你讲是耶稣吗？即句话你若是安尼看的时阵哦，你感觉哦，伊袂输咧宣告耶稣。但是你若是伫电影内底看的时阵，即句话是用非常蹊跷的方式表达出来。
好莱坞的电影，伊即句话是安怎一定爱这个人讲，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伊就是专门敬这基督徒，了后来打击基督的信仰，这叫做啥？故意的。我想你伫你的工作的场所，可能原来有拄到这款情形。你毋是信耶稣的，信耶稣加做一寡哦。恁耶稣毋是甲你讲，人若拍你的这边，你迄边嘛越过互伊拍。你也无，你做耶稣啊？恁信耶稣你安尼你这信了无虔诚，有无？这有这故意的，这就是故意的。第二部分，你也看另外一部分哦，就是咱有的时阵呢，忽然间拄着。古早的时阵啊，我13岁出来做工课，有一摆我去一个工厂做工课，了后迄个工厂内底有一个人，伊就伫迄个所在甲我讲啊，我听讲你信耶稣的，你食饭有祈祷呢，袂歹哦，你做了真虔诚。了伊就甲我讲哦，来，伊是学动机的啦，我是学耶稣的啦。迄阵啊，我其实哦。出来做工课的时阵哦，已经无啥去礼拜堂，但是哦，人就怎甲我讲一个，无咱来评看卖啊吼，耶稣较厉害，还是动机较厉害啊？伊怎甲我讲即句话呢？迄阵啊，我嘛毋知要怎甲伊应呢。但是哦，人安怎亲门大户，甲你的信仰来哦，我怎生出一个信心，讲好啊？伊就讲好来，我来讲，我烧一碗符水互你啉。你今日吼，阴暗吼7点半，保证你腹肚痛、落屎。我迄个时阵吼，毋知要答应啊，毋答應。但是吼，伊怎讲一句话？你毋是信耶稣的？尾啊，我真正怎甲伊答應落来呢？伊一工哦，下班了哦，伊迄阵下班嘛，下班阮5點的时阵下班，伊就甲迄符烧了后，就互我啉落，我就真正甲啉落呢。你敢知？我做迄符水啉落哦，开始烦恼，开始喘，一直喘。5點啉落，一直喘，喘到7點，愈喘到偌厲害咧吼！毋过沿路喘，沿路祈禱，沿路喘，沿路祈禱。我甲伊講哦，上帝啊，我知影無應該試探你，但是別人已經講到這個地步啊吼！我說上帝啊，求你幫助我。7點，係種7點迄種啊，喘到足厲害的時候，到尾祈禱到尾的時候，心就有一個平安。7點半一個過到7點半一個過的時候，我馬上敲電話甲伊講，我無安怎？伊講無要緊，你閣等一下。我甲伊講，你講你若8點有才調敲電話給我，我就知影你的耶穌是好的。我8點的時候，真正敲電話，佢講你攏無安怎？我甲伊講無啊，我若有安怎？我即馬有才調敲電話給你。伊就講安尼你的耶穌有厲害就對。來拍破將因跟歸予上帝。我要甲各位講的吼，毋是講了無人偌厲害。迄陣啊，我其實是無甲偌有信心的基督徒，佫是安怎？佫是無啥去教會，但是就是人講哦，無恁耶穌介厲害，迄別人親門大戶的代志吼。我迄陣啊，其實哦，較想到的，毋是想到我家己是安怎，我較想到的講哦，咱的主，安尼我信耶穌啦，信到即個地步，安尼我後蓋毋得安尼換來信不足，結果我就佇迄個所在真正甲上帝祈禱，不過上帝吼，互一個無啥信心的我嘛是安怎？得到上帝的恩賜，佫有一寡代志哦是意外。检菜无定有个人讲哦，做牧師吼，就拢袂拄着歹代志啊，无影吼。这个牧師哦，李聖林牧師啊，了後因囝李啟信就是了這是牧師娘。因囝李啟賢伫這當中伫香港伊是一個舞蹈班的學生。會曉跳舞，了後時陣佇演唱會內底迄個燈架怎啊落落來，落一個怎啊喊一個你也看對2022年到即馬2024年啊，已經1年半的時間安怎，還佫繼續咧治療，還佫無偌好。但是安怎，上帝一路陪伴過來，所以信仰的衝擊，這個時陣你還佫要信上帝嗎？但是伊繼續相信上帝。了後，昨日的時陣伊有發一個講感謝各位。雖然我有真濟人對着我的信仰提出挑戰，
但是我感谢上帝，一路引带我行过来。所以是牧师有问题吗？还是这个家庭有问题？约伯记内底讲这样代志，唔是约伯有啥物问题，但是通过这个患难，上帝咧见证伊的同在。这个人，什么人？少年啊，可能较无熟悉伊啊。这个这杏林子留下了的时阵哦，伊12岁哦，得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因为得这款病，尾手的时阵有人甲伊传福音，啊伊嘛信耶稣。到第40岁的时阵哦，伊成做立法委员，伊创立爱电基金会。了的时阵啊，对于迄个时阵啊，伊对于40岁创立爱电基金会，虽然一生拢伫病痛当中，你看伊的手哦，有无拢咧拍结哦，但是哦，虽然是拍结，就是亲像安尼啊，总是伊无离开伊的信仰，通过伊的病痛，伊伫立法院内底设立提议，就是这个残障保护法。所以通过伊的苦难，成做真侪人的祝福。你的信仰根基徛伫倒位？咱看这个人，因的信仰会受到冲击，但是主耶稣讲啥？如果咱若是一个真正听道的人，咱就会有信心继续向前行。苏联的文学家戈尼基，伊讲一句话讲。人若行走伫正直诚实的生活道路，伊的人生终局一定有一个问心无愧的归宿。亲爱兄弟姊妹，基督耶稣为咱所定定的，搁较是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是啥？基督耶稣讲：“我为恁备办一个所在，那我为恁备办好啊。”我就接你到我遐去。那咱已经准备好啊，主就甲咱接到遐去。保罗甲咱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因确实羡慕一个更较水的故乡，就是伫迄个天顶的。因为知影实实在在知影，这个世界拢会过去。无论我伫什么款的根基顶面起坐，主耶稣安尼讲。咱甲这两句话做一个比拼，听见耶稣基督的话去行，甲听见耶稣基督的话无去行，有什么款的差别？听见我的话，做大水的时阵，水会冲迄个厝，但是拢袂摇动，因为根基徛伫磐石顶。另外一部分是啥？听见无去行的，就亲像起厝安怎无根基，请注意。听主耶稣的话去行，才有根基，根基徛伫磐石顶。听见耶稣基督的话无去行的，是无根基的。活命的基础爱立伫耶稣基督的话语，迄才是真正有法度更新的。你伫顶悬的努力甲拍拼，咱所有的一切才有价值。那甲无的时阵，就是趁到真侪钱。最近的册哦，安尼，我最近去看一本册哦，伊讲啊，讲啥物货啊？是遗产是钱先花完，还是生命先结束了？就是伊咧讲的，即摆时代内底哦，一直咧甲你讲哦，鼓舞你哦，你得及时行乐，及时行乐。了，咱看电影的时阵，电影嘛一直甲咱带离开上帝的道路，就是甲你讲眼前的上介好，其他你都免想。在生快乐以后，看要安怎才去讲。你会记得主耶稣捌讲过一个比喻无？有一个好野人，了有一个乞食。迄个好野人每一日车花宴乐，了迄个善食人猎杀路乞食。规身躯落人、胎膏，了，互人放伫因兜的门口，甚至狗仔来家争身躯的垃圾。伊就干那伊的朋友就干那迄只狗仔尔，无人要就近伊啊。
检查有开斗光来的人会善心人士。总是当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阵，列撒罗伊是一个信主的人，毋是因为伊善，所以伊去到阿伯拉罕的怀抱，是因为伊善，但是伊坚持相信上帝伫伊的身上有美好的旨意，所以坚定相信上帝的话语。了，迄个好野人讲来你叫列撒罗转去甲阮遐兄弟讲，叫因讲哦，毋免来遮哦，叫因讲哦你安尼哦，死后真正有审判，讲哦你叫列撒罗转去甲因讲，了，迄个圣经讲啥？列撒罗转去，谁人都爱列撒罗转去，毋免新约发生伫当中，因为因有啥？摩西的律法通好遵守。所以重点是啥？因有尊敬上帝的话也无，毋是新约。新约是见证上帝的话，但是上帝的话是绝对的基础。所以咱伫这个一生，咱伫2025年的时阵，咱是要建造什么话？咱要怎样稳固咱的根基？互咱的根基真正是有根有基，有伫这当中有一个好的根基，咱也伫顶悬有好的起造，毋是听着无去行，安尼咱就是无根基。这个所在圣经讲啥？是做大水的时阵，这个所在讲啥？这个所在讲哦，水流啊来咧呢。这两字是无共款的呢。这是做大水哦，这是啥？有流啊水位啊流过，啊怎样伊就倒去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就是安尼。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伫这事上真心来思考。咱敢有一个好的根基？有，耶稣基督的话语是咱的根基。咱爱伫顶悬好好啊起造。迄个起造的原因，就是因为咱有听上帝话，咱照上帝话去行，照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去行去做。所以主耶稣讲，遵行我的话，就是甲厝，甲伊的产业起伫稳固根基顶面。咱有上帝国永远的故乡。但是，若是听到主耶稣基督的话无去行，了了啊，世界的代志来冲咧，啊，就安怎放弃啊，拢总无去啊。所以，愿上帝亲自赐恩互咱，咱会当对听道的人，真做至关上帝的儿女。了，咱会当对着一个蒙恩的罪人，真做耶稣基督的真学生。咱徛伫根基顶面，伫耶稣基督的话语顶面，殷勤来起造，你的人生一定会愈来愈有荣耀，一定愈来愈稳固。无论伫好野丧向、勇行软弱，一直到咱人生结束的时阵，你拢会成做上帝欢喜、上帝纪念，并且是伫这个世界，互人看到上帝的见证人甲记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祝你帮助阮，赐恩伫阮的身上，互阮对听道的人变做上帝的儿女，互阮对着真侪上帝的儿女，真侪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互阮真侪伫基督内底有能力改变、影响、祝福这个世代的百姓。愿你的话语成就，愿阮伫这个话语的顶面，照主你所吩咐的，祝愿真做一个伫真理顶面起造产业上帝的儿女，互主你的名伫阮的身上彰显，也见证伫这个世代，照主你祝福互代笔的恩典，照着你的心意来侍奉阮这世代的人，互阮得到真实的安息甲荣光。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问今仔日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还是无？咱这时就用感恩的心，同齐做伙来奉献。是天父恩典遮尔大，
咱要怎样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互咱用嘴来感恩，互咱用行动来服侍。每一个人找到一个位置服侍，加入志工来服务社会、服务社区。伫教会内底，同齐用心来参与各样的事奉。另外，咱嘛是会当加入，亲像即马主日学有需要老师，学青团契需要有老师辅导。了后，咱嘛有看到诗班拜二英暗的诗班，咱期待有更较侪人加入合唱团。会通同齐做伙来见证主的名，用诗歌、用音乐，互咱会通同齐伫主的国度内底，伫上帝的殿中，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尊迎咱的主、咱的上帝。三个起立，同齐来奉献。天白云变真正大，日日地阴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作伴。咱着所算伊的恩，日日永有存。何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着较因带，互咱恩典拢无散，开咱的心怀，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落开声吟诗，互天地拢总三家欢喜。白云电真正大，日日地阴带，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地作伴。咱着所算伊的恩，日日永有存。何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着较因带，互咱恩典拢无散，开咱的心怀，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落开声吟诗，互天地拢总三家欢喜。伊着较因带，互咱恩典拢无散，开咱的心怀，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落开声吟诗，互天地拢总三家欢喜。愿全能的主上帝亲自伫新的一年，赏赐予你属天的智慧，并且伫一切善事上，因为圣灵的同在，加添的气力，予你凡事尽拢顺遂。圣神引带伫你的脚步，赐福引带使用你的手，安慰照顾扶持，做上帝所欢喜的代志。行伫公义正直的道路，互你一生的年日领受上帝恩典疼痛甲荣光。愿上帝亲自照伊所应允的，互你的灵魂兴盛，身体勇健，并你心中所存良善的意念，拢伫基督内面得到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
多谢，咱今日第一场的礼拜就到这，搁一段落。上帝赐福大家平安。